天气热甲挡袂牢，台南大温北特别推出凉感商品展售会，有机车族必备顺良冰科技连帽外套、冰丝凉感 T 恤、凉感短裤、冰丝无痕 Polo 衫、内裤等等，里里外外什么拢有，请袂少消费者前弄采讲。今年夏天特别炎热，有推出这种有 QMA 认证的凉感系列的，有这种凉感的 Polo 衫。不管是上班族啦，或是休闲来穿的话，它都是针对凉感的特性，穿的话在身上也不会说有那种黏腻感，穿起来很干爽。那还有同系列的防晒凉感的外套。除了穿的，在展售会上有寝具床单，就是要让消费者全家大小，连困的时阵嘛凉凉。我们东尼寝具针对今年夏天特别推出的凉感系列的，有凉感的保洁垫。可以省略像以前用床包直接把这个保洁垫铺在床上，感受这个冰凉系列的材质。那冬天你一样可以把它当成传统的保洁垫使用，它等于是一物二用，非常的优惠的价格，又 CP 值很高。然后也有凉感系列的床包跟枕头套。床包的话，里面是有床包跟枕头套，一样是凉感系列的，让你今年的夏天非常的舒适，要睡觉都是很舒服的一整个晚上。这次展售会嘛有配合父亲节档期，8月1日当天累计消费5000块，就送300块，搭配100 App， 还有寡济优惠通好送。各咧烦恼父亲节，唔知影要送什么礼物的人，不妨来这试看卖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